呀！有这时候，粉色的，带花边的。哎呀！哎呦我！这位客官，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？哼，一定是你们把人给藏起来了。再不把人交出来，我就把这儿给拆了！你敢？你在这捣乱，让我做不成生意。你还想拆我的楼？你信不信我拆了你的骨头？呀，你试试。哎，等，这好贵的，你放下来再说嘛。有话好好说嘛，别这样。放下来。壮士且慢。这位壮士，刚才在下亲眼目睹你力举石狮，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来，敬上美酒一杯，以表敬意。喝完了，你接茬闹。别说，还真有点渴。我就知道嘛。好酒。那是呀。哎呀，有点晕。这个酒，这个有药。来，配合一下，3、2，倒。哎，马尚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酒里下了点蒙汗药。蒙汗药？对，就是我当厨子的时候腌鸡腌鸭用的。那他现在晕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他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哇，这宅子好大，一定住得很舒服。二位，这是9000岁的行馆，二位不必拘谨，卑职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啊，是。哎呀，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红影哥哥，你好像很不开心。开心？什么是开心？什么是不开心呀？你是不是根本不想娶我？如果你真不愿意娶我，真觉得勉强，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叔叔要和我成亲？因为我无法拒绝，我不能拒绝，我甚至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。红影哥哥，你不要说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你想回客栈？叔叔的行馆又大又舒服，还有那么多人伺候着，你就想住客栈？我早已习惯了以天为幕、以地为席的漂泊。这大宅子里的高床软卧，我住不惯。红影哥哥，哦，呀，头好痛啊！哎，哟呵，终于等到你醒了。哎呀，茶也喝透了，你也玩够了。呀，回蹦啊！呀，嘿，哎，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喊非礼了。乱说，知道非礼什么意思吗？非礼的意思就是马上飞有礼了。嘿，呀，你还蹦上瘾了？坐好喽。太过瘾了，打一个不会武功的也不会还手的人。哎，吃过大甜枣吗？赏你一个，听声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啊？告诉你，把你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去示众。扒我衣服？不要！这2个字通常是女人说的，男人一定要说要吧呀，2层啊，我还要。有这时候，粉色的，带花边的。哎呀，
呦我的天哪，劲儿挺大呀！绳子这么不结实？是个女的。我要你负责。我负什么责呀？我也没碰你。别跑，听见没有？看你往哪儿跑！我说过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女的，我又没干什么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揉捏我、糟蹋我、玷污我，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吗？没门儿！可是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呀。还没对我做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对我做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！没做什么，衣服都被你撕成这个样子了，还没做什么？你想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小女子又称庭训，温良恭俭让，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。自她出娘胎起，瘦身如玉，冰清玉洁，连手指头尖都没让人碰过。太淑女了。可如今，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都是因为你，生米被你煮成了熟饭。虽说我心里120个不愿意，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从今天起，你要给我一个名分。我怎么给呀？娶我！可恨潘汝贞这个狗贼，居然拿了顾大人和左大人的人头，去祭了魏忠贤的生祠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我当天立誓，不杀此人，永不为人。将军果然豪气干云，贫道汉天愿生死相随。本将现在才明白，顾大人早就拟定好了要将魏忠贤奸贼连根除掉的良策。可惜时不与我，还连累了顾大人引来了灭门之祸。顾大人忠肝义胆，他的血不会白流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赶紧找到顾大人的官印。藏有名册的铁盒已经落在魏忠贤的手里，一旦拿到官印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朝中忠良必定惨遭一场浩劫。顾大人的孙子还活在世上。什么？顾大人还有遗孤活在世上？我和师太离开无锡当日，看到有官府的爪牙，手里拿着顾大人遗孤的画像，正在找人。顾大人一生忠贞为国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替他保住香火和血脉。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副将石破天听令。末将在。本将命你立即调齐12铁骑，速速赶往江南，迅速寻找顾大学士生前官印和忠臣遗孤。一旦找到，即刻返往辽东。尤其是那孩子，本将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去不去？你敢！虽然是个龟奴，但我也是一个有尊严的龟奴，我宁死不屈。好。我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哎，慢着，姑娘，勉强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。哼，我就是想要个结果。顾然门口的石狮子休想让我崩开！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！你不是催先让我做不成生意吗？
那你不让我做生意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吃什么喝什么？你养我啊？你信不信我把这给拆了？住手！哎呀！住手！你敢欺负女人，朝我来！我是个男人。去，打呀！看你后面。我就是说这而已啊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点头还是摇头？看清楚！有点晕。这会让你更晕。更晕了。那我让你不晕。受累了啊。好多了。好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！还挺顽强啊。